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气的状况，来看气象局上新的预报，讲上紧明仔载就会形成第5号的风台杜苏芮，接落来一礼拜，台湾拢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的落雨。美国甲加拿大的天气的模式一度来预测讲，这个杜苏芮风台将会为台湾的中心来穿过。也毋过，咱的气象局甲其他的专家拢认为，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目前看起来是继续的增加，所以杜苏芮将做传心台的可能性并无悬。行人行马路，遮雨伞穿外塔，就是要预防大日头直接拍落来。也毋过煞落来，恐惊要变天咯。进前菲律宾东南边的海面上有热带的扰乱，今仔日半暝2点已经增强变成是热带性的低气压。根据气象局估计，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就得要形成。那这个其实在未来整个行进的区域是海温比较高的，而且垂直风边比较小的。换句话说，是有利于它逐渐的发展的一个情况。所以预计明天的清晨到白天这段时间，就有机会形成今年编号第5号台风杜苏芮。阵风台来势清明，气象局嘛有报告伊刷落来有可能会行的路线，变成风台了后，估计为西北西方向行，刷落来为鲁宋岛方向刷。估计后礼拜2为北部通过，经过南海海峡，为广东加香港的方向离开。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在增强，路径来讲，最可能路径，还是以偏西北的方向通过吕宋岛这边几率是最高的。目前观察的时间点会落在礼拜天到下礼拜1，主要的关键点要看在礼拜天到下礼拜1这段时间，太平洋高压的强度。虽然讲中央气象局路线估计是真乐观，也毋过世界每一个国家路线估计拢无同。红色是欧洲预测，和美国海军的看法较相同，拢是为台湾的南边经过。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是认为会大幅度来北转，加拿大估计路线是有可能直接对台湾来。高压的势力应该是会有机会比较增强一点点哦，所以说压着这个台湾南方往西的这个方向，以往广东、香港的这个机会，目前来看应该是会比较高。风台行的路线敢会去影响到台湾，一切拢抑阁爱等变成风台了后，才有法度准确来评估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